嘅新人一定要嚟一次嘅人間絕景北疆金秋食玩假期，玩轉北疆12天深度大環線，香港直航，穿越大山南北，全程2+1豪華巴士，喀納斯重本安排獨立 VIP 包車，限時優惠，7月31前報名只需16999起，名額有限，報名要快。我哋今次主打3大王牌體驗，一次過滿足你所有願望。極致公路之旅，暢遊 S21沙漠公路、亞和景觀公路、獨富公路中段3大網紅公路，穿越世界最長隧道天山勝利隧道，20分鐘貫通南北疆，體驗鑿穿天山嘅基建奇蹟，絕景全覽人間仙境喀納斯山灣、神的後花園和木村、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塞里木湖、空中草原馬拉提、中國最美6大沼澤濕地巴音布魯克、億年峽谷奇觀獨山子大峽谷、中國最美雅丹世界魔鬼城，一次過玩晒。民族風情，走進維吾爾民族老城喀贊其藍色小鎮、圖瓦人原始村落、羅布人村寨，深度感受西域多元少數民族文化，仲特別安排新疆維族迎賓，贈送男士小花帽、女士花絲。我哋仲貼心安排全程2+1座椅豪華巴士，座位寬敞舒適。獨富公路中段安排商務車體驗，舒適又安全。金秋北疆1年得一次機會，錯過咗就要等下年。快啲打報名熱線或者 WhatsApp 報名，去我哋網站同各大分行報名都得㗎。記住，旅行跟食玩，全程放心玩。